今日介紹依間意大利千層麵，但係門口多人多到癲咗。依間手工意大利麵係一個意大利老闆開嘅，佢大部分材料都係用意大利入口。呢度係用一個半開放式廚房。點解介紹俾大家？因為真係全部手工做，而且呢度有唔同形態嘅意大利粉可以俾大家試，選擇多，性價比高。同阿媽飲一杯燉飲，正式開始。第一個要介紹嘅50層千層麵，上面有好香濃嘅番茄肉醬，加多啲芝士，咁就真係仲更加香啦。第一個必食嘅一定係千層麵，50層千層麵呢度嘅招牌。手工做嘅意粉係味道唔一樣。我中意佢個肉碎咧，唔會好鹹，太鹹咧我頂唔順。佢肉碎好味啊！肉碎好味啊！佢肉碎好味。第二個多人嗌嘅就係呢個北非蛋配羅勒香腸。我阿媽都做 foodie， 大家點睇？其實就係番茄醬、香腸、雞蛋，聽個組合已經係唔會輸啦。不過我就更加中意麵包贏呢個醬汁。意大利菜其實 burrata 芝士都唔少得，佢就配咗好多唔同顏色嘅番茄。呢個一定係私心推介，因為我中意食芝士，又中意食番茄。呢個肉丸意大利粉都好好食嘅。正所謂隔離飯香，一路食一路望住隔離台，要咗呢一個車輪芝士意大利粉。可惜個 quota 只係能夠留翻俾最後嘅甜品。我食翻啲酸酸甜甜嘅。喺深圳又揾到一間好好食嘅西餐，而且個價錢性價比都好高。希望大家中意我介紹。拜拜。走嘅時候睇到個門口都怕咗啦。